Last， 最后一次，赶快补中哟！3、2、1，Go！ 谢谢，改天最美丽的女神，欢迎瑶瑶郭书瑶。来，这边梯点先定位。那叫你勾追来哦，闪到抓不住，还是用到我的卡哇伊正前方。唯有正前方，今天这么端庄娴熟，等一下怎么上？郭书瑶，再转一次就好。好，来，瑶瑶上 ，Last， 最后一次，赶快补中哟！3、2、1，Go！ 谢谢。看到在那根上面呢，哇，驾轻就熟哎。哪一根上面？好那个管好说话。子上呢，管子钢管。在钢管上，对，因为其实也没有到驾轻就熟，因为我其实已经2-3年没有去练钢管，因为我后来学的舞就是，如果有 follow 我的人都知道，我现在在学拖把风，所以比较少练钢管。可是因为看了电影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燃起了练钢管的欲望，所以这几天就有稍微再回去做一些功课。有没有觉得在那个上面特别性感呢？就是特别，觉得好像特别女人味。就是我人生当中最有女人味的时候，可能就是练钢管的时候了，没有别的时候了。对啊。那小最近都在练舞，是不是为了专辑做准备？哎，这不好说。这不好说。咱们就别问这么多。对，后面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作品跟大家，就是慢慢的跟大家就是见面这样子。对啊，希望大家敬请期待。那瑶最近有关心到那个新闻吗？就是戏约，因为经纪人戏被减少这件事情，你有关心到？你自己有什么特别想要澄清的地方吗？我特别想澄清啊，就是不要欺负我老板，因为不是因为我老板的关系，是他有一个不爱工作的艺人。所以没有啦。就是因为其实我有我自己的计划，然后其实一直有别的东西在完成当中，所以并不是因为什么戏剧邀约变少，或者是因为我老板的关系，对，然后也是因为刚好今年前一段时间拍完《通灵》，然后我也想要有一点时间休息，所以才有这样的状况，但。我觉得我老板也蛮可怜的，我对他有点抱歉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是我想休息。所以看到这个新闻，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我个人是吓了一大跳啦，对，因为其实不是他的关系，对啊，是我自己个人因素。那有这个新闻说什么换角的那个问题，你自己也是不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我是不知道因为他们连来都没来找吧，对啊，新闻上是这样写的嘛，新闻上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来找我们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清楚那个状况。对。